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做伙三甲用圣诗313首，嘛是阮厝边的诗歌，来甲大家做伙三甲来比版心。这条歌是华语的吼，待会我们唱华语吼。来首先咱先练一个吼，来，你对我唱哦，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三届好不好？来，
哈利路亚，哈利。改个一改。你有听到咱教会的回音无？恁有听到咱教会的回音无？吼，你唱出来就有回音。顶礼拜有去东宫教会，礼拜开始有遮个勇士啊，因教会的勇士，包括牧师，包括长老，伫台前即个所在安那八部合，咱拢讲是八部合音啊，其实不止八部。只要你把你的音唱出来就好，吼，把你的声音唱出来，会记得咯，吼。啊，咱先来唱一解好无？吼，来，咱做伙来三个来唱一解吼，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路亚。孩子们，你定上无你定爱唱哈利路亚吼。即摆我甲宪哥对阮做伙领，啊，请兄弟姊妹唱，吼，遐有一个领总吼，来。预备，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路亚。果然是本地教会，即若是伫山顶的教会，因就会跳起来，知无？因就开始有迄个律动吼。来，咱卖迄个歌词白调的吼，歌词拢伫 PPT 顶面吼。来，咱做伙三个过来唱吼，咱有领有唱啦吼，你要领也要唱，咱拢加入来无要紧吼。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我拢无听到兄弟姊妹的声。导贤教会是俄勒主的教会，咱来出声。拄好甲咱拢有小可唱啊，你莫惊歹势，你著甲唱出来就好啊。八部合音无人没有乐谱啦。阮祖民无迄个豆芽菜，豆芽菜是后来的人家伊添入去的。好啊，八部合音嘛无乐谱。就是唱出来就对了，好，唱出来就是天籁，就是好听的声音。好，来，咱个这位三个来哦，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过来哦，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路亚，赞美神，赞美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来哦，钢琴加起来了，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连续2次哦，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
赞美神灵常感动引导。我们以声歌颂主生命。一起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赞美神灵常感动引导。我们以声歌颂主生命。感谢主，咱用哈利路亚这回来敬拜主、阿乐主，嘛开始咱礼拜大声，咱备办咱的心，三个来祈祷。主，我们阿乐你，赞美你，阿乐上主的主爱，阿乐有基督的恩典，嘛感谢圣神伫阮的中间引带带领。帮助阮的教会，成做阿乐主，成做赞美主的教会。凡不是吟诗唱歌阿乐主，亲像阮的同工姊妹教会，是毋是因伫参与祈祷、参与做工课时，伫遐唱诗吟诗阿乐主，一边工作一边阿乐主，一边满地一边种菜一边阿乐主。帮助阮伫阮的日常生活，我嘛是安尼。伫学业、伫事业顶面，一边生活，一边感谢，一边赞美主、阿乐主。向主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带咱做伙来听福音正声。
上帝是咱的仰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互nghèo餓的人。请咱起立齐声来吟圣诗第126首《美妙主耶稣》。请咱犹原徛立，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K 英文64，也是我国书第1。请咱编开圣诗后面 K 用第1117页。我可以请兄弟来印。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也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亲爱的兄弟姊妹，就知这声。因为人会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要消除一切拉散的习惯，甲惯惯的邪恶。要实行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甲
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毋过，有伫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阁有伫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讲家己真敬虔，是伫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赐平安，通做阮倚靠。看顾阮，阁愿意听阮祈祷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主爱，借着主日礼拜，阁一届组织阮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同心敬拜，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特别的恩典，互阮伫主所创造隆重的受造物中间，独独是人有智慧。透过逐日的日出甲日落，伫四季的变换甲日月星辰的轮替当中，渐渐体验出人只不过是土粉所造的物。人甲其他主所造的万物相款，一切拢是出在主的权能甲恩典当中来活。独独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是自古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独一真神。伫阮要愚戆的时，阮对主的认捌是出在伫对声呐、甲雷声的惊吓，是出在伫雨水润泽土地、万物生炭。五穀丰收的欢喜，所以，阮用金、银、上等的宝石甲木材，用阮家己的想象，雕刻各种的偶像来祭拜。山有山神，海有海神，有互五穀丰收、囝儿生炭济济的神。嘛有掠野鬼、收亡魂的神，阮台伫多样，伫无共款的节日祭拜无共款的神，迄也是鬼。感谢主，透过先知的启示，开阮的智慧，明白教示阮，无论是空中的飞鸟。也是溪中的鱼鳖，既然是阮目睭所看会到、甲看袂到的一切，无一项毋是出在伫唯一、独一的真神，阮主的权能所管辖的。但阮已经得到启示，嘛认捌耶稣是阮唯一的救主，阮就应该靠主所赐予阮的气力。弃绝过去所有的迷信，无阁受到世俗所传的禁忌来影响，反正阮会当倚靠主来得到自由。伫7月的时，阮犹原会当正常上山落海，买车买厝。恳求主坚固阮。阮相信一切是出在伫主所定定的旨意，嘛相信每一日的生活拢有主的引带。阮就爱因为主来坚固阮家己的信仰，弃善偶像的祭拜，无搁再占卜算命、看风水、拜拜仪、
做啥物代志拢惊东惊西。恳求主接纳阮的软正怀疑，特别是当阮的日子陷伫恶单灯头前看无路的时，恳求主伫黑暗中做阮的光，引带阮、看顾阮、保护阮，互阮会当伫困境当中悠然专心仰望主、倚靠主，因为阮相信一切拢有主掌权，无论是天顶还是地下，独上帝是唯一、独一的真神，阮的主。阮的感谢、反省、甲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赐我平安，阿门。圣歌队献诗，耶稣耶稣用听充满我。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今日的圣经节分别记载伫《使徒行传》9章第1至第9节，甲马太福音16章14至16节。请兄弟先编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新约第278页。
使徒行传第9章第1至第9节，扫罗继续恐吓要杀害主的门徒。伊去见大祭司，要求大祭司写公函予大马士革逐个会堂，准伊所查，然后找到信奉这个道路的人，无论男女，通甲因绑起来，去耶路撒冷。伊就去，得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忽然有光对天来，四面甲伊围照，伊就跋落涂骹。听见有声对伊讲：“扫罗，扫罗，你是安怎在迫害我？”伊问讲：“主啊，你是啥物人？”迄个声应讲：“我就是你在迫害的耶稣。起来，入去城内，你着做的事，有人会甲你讲。”当行的人就徛伫。硬袂讲话，因有听到声，毋过无看到人。扫罗对涂骹爬起来，目睭天开，怎啥物拢看袂到。因就牵伊的手，带伊入去大马士革。伊3日久无看见，嘛无食，无啉。另外一段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16章14至16节，请遐这编开新约第39页。因应讲，有人讲是施洗者约翰，嘛有人讲是以利亚，嘛有人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因讲：“恁呢？恁讲我是啥物人？”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圣经读到这，下面咱请本会陈国成牧师为咱证道耶稣是谁呢？各位兄弟，祝大家平安。咱即个月农历的7月是咱民间以及咱传统信仰内面无平安的一个月，但是信主的人有平安。今日的经节要甲咱讲，耶稣到底是啥物人？拄仔咱的启用伫雅各书内面有讲，有人照镜，但是伊离开了，毋知影伊生做啥款，袂记得伊家己的形象。彼得讲伊是。会当讲是耶稣的学生，但是耶稣被掠的时，伊3遍无认主。这对照咱是咧讲，我是耶稣的学生，但是耶稣受掠的时，我否认，我否认，我毋是耶稣的学生。了后继续提，耶稣早着预测彼得的事。3遍毋认主，所以当耶稣过来时，彼得看到耶稣的心，毋知伊的感受是安那，所以伊可能真懊恼、真后悔，可能伊的心嘛真艰苦，嘛真痛痛，因为拄着性命、生死交战的时，伊无承认耶稣是伊的老师。但是耶稣过来时，耶稣甲伊讲：“请你甲这个羊仔顾好、饲好好，爱带因。”所以彼得伫使徒行传的记载，伊真做门徒的领导。所以足侪彼得的记载，包括圣神感染了后，伫众人面前会讲道分享，证道耶稣是救主，嘛是彼得。顶礼拜咱有去东宫教会来参加，甲东宫教会结交地交姐妹教会的感恩礼拜。咱各团契、各组织
对主日学到相连团契，到伫咱的社区工作，咱的关怀德行关怀协会，以及弦乐团，甲礼拜六的英文班，拢有出席。就是种相连团契、妇女团契、兄弟团契、圣歌对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等等，所有组织拢有人参加。出席率最高的是哪一个单位？你们知道吗？英文班出席率100%，因为只有几个人啦吼，只有2个家庭，家长拢参加，哦，总共7个拢参加，因为包括老师嘛有来吼，哦，所以总共是8个啦，8个拢出席啦，吼，包括老师嘛参加。我上帝想帮助咱，迄天天气非常的好，搁落雨。伫礼拜堂无冷气，只有电风，竟然我无流一滴汗，我搁穿西装，穿无舒服。以及伫遐我无流一滴汗，大家拢热热滚滚，人客。我的 PPT 怎么没有出来？倒是尿急了一次啦，哈。倒是要上厕所上了一次，因为时间后面有一点长，所以这人要用再去买。21度，透中昼12点外，21度，因为礼拜多要结束，我甲看即马到底是几度，我无流一滴汗。哦，感谢主，咱到东港的时，咱坐这的车，即马要坐这种车哦，爱去地坐，你知影无？泰国的北平、缅甸。迄山区山边要去庄头底选的人，拢是坐这种车，我著坐过。甚至我伫缅甸要去戒毒村，迄路有够细条，阁歹行，坎坎坷坷，迄车无法度入去，因为戒毒拢爱伫较偏僻的所在，惊迄食毒的人一走出来，佮买着毒品，著佮继续坠落去，所以伊拢爱足深山内面，互遐人走袂去。伊有决志来到戒毒村要解毒。都爱有决志，吼这拢是福音事工。3个人坐一台奥多麦，迄奥多麦有够细台，迄叫做金旺90迄种的，爱甲伊拍，爱打速的，吼，无库拉机，但是爱打速。3个人坐一台，我会记得我甲李克尧牧师共坐一台啊，爱哭咯，安尼袂输徛尾啊，吼，坐10几分钟到伫戒毒村。即马这非常的奇妙，非常的一个好的回忆。大家人拢坐这嘛，敢有人用行的，还是用开车会当直接到部落，会当直接到部落。坐游览车的，咱拢搭乘东光的大众交通运输系统，就是这。求上帝等下咱，互咱真正拢有一个勇敢的心。就是你有伫山顶参与无？韩语叫做思考，为什么叫思考？伊的汉字义叫做受苦啦，思考就是受苦，因的汉字词叫做受苦，思考就是辛苦啊，辛苦的意思。上帝互咱有2个恩赐，就是互咱有圣经，以及咱会当拍开佮解说、传讲佮应用圣经的真理。咱今日的主题就是讲，咱要来明白耶稣伊的本质佮伊的主权。咱对马太福音。彼得伊伫神学内面的宣告，到伫使徒行传，保罗也是还未改名进前的扫罗4命的经历，来明白耶稣是甚物人 ？Who is Jesus？ 伫你的心中，你有问过谁是耶稣？咱敢毋是亲像迄个照镜的人？如果我是基督徒，但是我活信了，我袂记得你家己的身份。一个全世界拢在回答的问题，就是人类的历史上。无一个人亲像耶稣的名会当发起真侪、引起真侪的讨论，以及伫神学顶面、甲生命顶面的辩论以及敲吹。当人有限的一生到伫永远永恒的生命迄种的转变，伫耶稣甲伊的学生的对话中间，咱看去，彼得讲：“你是基督，永远上帝的囝。”
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2000多年前，耶稣行伫要去开撒菲律宾的路呢，来提出这个问题，嘛贯穿到今仔日。迄个2000多年前的问题，佮倒来到伫现今，咱来看，你讲耶稣若问你讲，我到底是甚物人？你要安怎甲回答？今日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甚物人？这个问题，敢是搁咧甲咱问？但是咱看卖啊，耶稣到底是甚物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吗？耶稣是一个行神业的术士，是巫师还是法师吗？还是甲咱的性命无关系一个宗教的代码？即马做者代码，你要去地拢代码，坐车也爱 QR code， 食饭也爱 QR code， 看病嘛爱 QR code， 啥物拢爱有一个 QR code， 是毋是？今仔日咱来礼拜可能嘛爱扫一下 Q， 有个礼拜有个教会真正爱扫 QR code， 为着要点名。我今日我的 QR code 有来无？就是要方便讲，即个会友到底伊今年一年都会出席，还是要方便你统计？求上帝帮助咱，对门徒迄种的口头的宣告，伫个口头的宣告，到底受了生命的冲击，这个冲击非常的大。耶稣伊学生认为是永生上帝的囝，但是伊佫有讲，有人讲啥？有人讲耶稣你是加色的约翰，有人讲你是以利亚，有人讲你是先知中的一位。这个答案无好吗？这个答案拢真好。不过呢，咱看卖啊，这个拢是以色列犹太人因灵性的巨人，特别是以利亚。嘛是因民族的影响，是毋是？咱看卖啊。但是彼得知影耶稣，伊是永生上帝的囝。耶稣甲问题又搁较近，就讲啊，恁认为我是啥物人？这个问题，这个回答，加说咧约翰、以利亚、先知中的一个，这是人咧认为耶稣。接着耶稣伊的生业行大，伊病赶鬼，讲耶稣是那先知一样。但是耶稣要问伊的学生：恁认为我是甚物人？彼得的意思是甚物？吼，彼得的意思是讲安怎？彼得的意思是讲，你就是基督弥赛亚。如果这个答案拢无好吗？是以利亚，是先知中的一个。是加色列约翰，这个答案拢无好吗？这个答案拢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总是彼得回答一个更较好的问题，答案就是讲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希伯来语迄个马西亚，迄个马西亚，迄个弥赛亚救世主，这是同一个意思。基督甲迄个弥赛亚是同款迄个意思。就是拯救者受磨的君王，所以必定认为耶稣你毋是伫历史上是一个伫遐咧看好戏的人，你是上帝应允迄个要来拯救的，要来受割磨的君王。马太福音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伊甲耶稣，耶稣的身份，就是那亲像君王，所以三个博士。来到马泽，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看耶稣，迄就是耶稣是一个君王的身份。所以咱想看卖啊，如果耶稣若是一个永远上帝的囝，伊的本质是上帝。耶稣毋是阿公阿嬷的耶稣，是你的耶稣，敢毋是？因为伊是拯救者，是受磨的。伫希腊语嘛是共款，迄个 Christos。就是甲弥赛亚是同款的意思，所以基督就是甲迄个弥赛亚，就是上帝竞选差派受割磨迄个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的信仰。如果你若是第二代开始，这毋是爸爸妈妈，毋是阿公阿嬷的耶稣，是你的耶稣。因为耶稣无法度遗传啊。我的查某囝伊是牧师的囝。但是伊若无追求，伊若无认真读圣经、祈祷、吟诗，伊可能
嘛甲耶稣拢无关系，敢毋是？毋是我会当遗传互伊，牧师囝无遗传牧师啊。所以咱想看卖啊，信用是每一个拢爱成做一个第一代即种较无的心。我妈妈透早起来祈祷，有时伊会吟圣诗，伊拢一个人伫遐咧吟，因为伊平常时拢咧吟，伊到老的时阵，伊就拢无看圣诗，就知影迄个旋律，伊就唱出来。拄啊，咱的阿赵老师伫奏到的时，伊弹啥物歌？咱个会记得袂？有人听，有人回答着，只好朋友就是耶稣，是毋是？如果即个歌若伫咱的脑海拢产生一种真旋律出来，咱就会当唱啊。迄叫做随时做好准备啊。圣歌队长有来练歌，练了真好。总是如果透早起来讲啊，世界末日到，耶稣来啊，你嘛袂好伫遮吟诗啊，对毋对？袂无法度伫遮献诗啊。所以咱要有随时，兄弟姊妹，咱要有随时做好准备的即种。信仰的态度，所以咱咧吟诗读圣经，咱亲像咱的生活共款，耶稣伫咱的中间，祈祷嘛是一样，祈祷嘛是一样，所以咱爱随时做好迄种的准备。马该是一个传福音的宣教师，马该传足侪圣诗互遮的信徒。我伫北部拄着一个算作是一个大的家族。因的祖先就是甲马该扶来厝内，迄个一头割掉，甲伊扶来厝内，甲伊抹药啊。但是因的信仰拢无去。伊讲，阮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教我一条歌，圣诗537首，马路的人着我倒转。伊讲，阮时代拢甲阮教即条，马路的人着我倒转。阮上帝来想帮助咱，毋是阿嬷阿公的耶稣，是你的耶稣。这才是咱咧问的讲，耶稣你是甚物人？咱爱对别人讲的长辈传的，跨越到你个人的选择，亲像彼得一样。有一日庙讲来找牧师，因为因是厝边，伊甲牧师讲，阮其实是假信真拜啊。我的信是假啊！我照无别讲做遮久啊！我若无做，就讲我要来信耶稣，牧师，你才先甲我牵加一下。但是咱信主的人，有时咱是真心啥物拜，活活在拜，用心在拜，靠信心在拜。有人讲，牧师，我只不过来做礼拜，做礼拜，坐的礼拜。咱想看卖啊！如果你若是坐的礼拜转去，我想咱的生活无得到操练。伫生活得到试炼的时，你无够刚强，随时会跋倒。所以咱耶稣毋是活伫别人信仰的后壁，是你爱亲自去经历，亲像扫罗一样，伊经历耶稣，后来成做传福音的保罗。所以伫咱生命内面，无论你破病艰苦、忧伤痛心、失望，耶稣来甲咱医治。安慰、甲瓦靠，以及成做咱的指引、甲光灯。这就是讲，咱爱对咱的生活内面真心去体会到，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真神。咱毋通讲哦，我妈妈信的耶稣真灵哦，毋是，耶稣毋是安慰剂，毋是甲咱无交集，嘛毋是这长辈老生常谈。咱毋通讲，我只不过是陪爸爸妈妈、陪阿公阿嬷来坐礼拜。你爱对坐礼拜、到做礼拜、做礼拜，到伫你心中真正去体会耶稣基督。今仔日咱来问耶稣，今日耶稣来问你讲，伫我的生命，你认为我到底是甚物？咱当然嘛讲我捌耶稣啊，我知影啊。有个人会讲我主日我就捌耶稣啊，因为只好朋友就是耶稣啊。但是咱想看卖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拢爱有主耶稣，敢毋是？因为基督是什么？我家什么？我家之主。所以咱对别人讲的长辈传的，到你亲自经验的。以利亚讲啥？
伊伫遐讲遐五伤，只不过是金银装他，袂晓讲话，袂晓行路。耶利米提醒咱所拜的神是活活的神，叫做 Living God。所以 Living God 到底耶稣个活，迄个活是 Living， 要个存在，要个活的。耶稣伊是去敲吹10个卖10个羊的牧者，就亲像537首所讲的。买路的人着我倒转，即条歌有哪有几啊年后？哦，英国的教会甲美国的教会，即条歌嘛爱诚做咱的帮赞。吼，即个真迫害主的人吼，就是扫罗。扫罗认为伊是宗教热心的人，伊自认为家己是上捌上帝的人，因为伊是加玛列门下的门徒学生，就是讲伊是律法内面上界捌律法的人。意思就是讲台大法律系里面的教授，有名的教授的学生。咱台大法律系可能是咱伫法律这个领域，可能是上界 top 的一间学校、一间学院。保罗伊扫罗伊自认我就是迄个加玛列内面。上界好的迄个经学教师的学生，所以真热心，就是要掠基督徒。伊知影犹太人的宗教律法甲律例，伊非常的清楚。所以只要甲犹太人宗教无相款的，拢爱掠起来。司提反就是去互伊用伊下令叫这人去甲伊掠，敢毋是？但是伊去大马色去大马士革的努力，伊拄着什么人？伊去拄着耶稣。伊去拄着耶稣。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到底是什么人？伊去大马士革去大马色的时阵，忽然有光照来，甲伊照，伊就跋落来，然后伊就跋伫涂骹。这哪亲像一个真厉害的这个法律的人，捌犹太律法的人，对马上也是行路行无好，怎跋落来？迄跋，咱若跋来，迄样看着感觉安那足好笑，人会感觉足好笑，真见笑。总是安那，保罗就是有即种的经验。伊讲：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扫罗去大马士革要掠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去大马士革是要甲保罗，要甲扫罗掠倒来，互伊安那，即个迷路的灵魂会当甲掠倒来。所以各位耶稣是主动去找伊，是伫扫罗上界歹、上界请伊、上界残忍的时来找伊，毋是等耶稣，毋是等扫罗变好啊，耶稣才去找伊。是甲即个上歹的扫罗甲伊掠倒来，我就是你迫害耶稣。所以，阮上帝帮助咱，耶稣嘛甲受苦的教会同在。所以9章第50讲，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初代教会是受迫害的教会，初代教会的信徒、门徒拢是受迫害。耶稣今仔日嘛甲伊的教会咧同受苦，甲信伊的儿女同受苦。这个骄傲的学者扫罗嘛爱称呼耶稣做主。耶稣一句话，这个历史，历史的轨道变啊。这个历史的路本来是要安尼行，但是耶稣出现了，互扫罗真做以后的保罗，怎变安尼行？保罗嘛真做初代教会差派出去第一个宣教师。伊甲巴拿巴两位，这是咱的圣经记载，教会差派因出去巡回去布道，这叫做旅行布道、旅行布道、旅行去传道理。旅行对于咱来讲，咱来捌迄个所在，安尼咱会当较清楚进入。所以，做侪人你要出国，拢爱安那上网做什么？做功课对无？我今日买一堆，
你对团，你嘛爱知影讲啊，迄个所在是啥是啥，即马足方便，手机啊就会甲你讲，哦，迄个所在是博物馆，是教会，是啥物，哦，是风景，啊，有足水的风景等等遮。马街来到台湾，伊收集台湾的土壤，遮个石头，以及植物，以及伊借遮个物件咧教学生因了解即个所在，所以马街定定咯，伫个树仔骹就开始讲道理啊，亲像耶稣安尼，吼，还叫做逍遥学院，行到底伊就甲学生讲。因定定去爬观音山，到山顶的时，伊就讲哦，遮个树仔有即种树仔，这就是台湾的树仔。伊收集的物件会当开博物馆，伊甚至收集原住民迄个时代的衫，伊感觉这是台湾的文化、台湾的风俗，伊拢甲收集起来。即马拢伫个真理，啊，无就是东港中学的内面。所以咱拄着耶稣的转变，亲像即个说了。伊热心青梅换来，伊灵性的看轻，伊的老的我已经死，重新得到新的生命，真做一个文道，真做一个使徒。因为只有伊无看过活我的耶稣，伊是听到声音，甲伊讲，我就是你撇开耶稣。所以耶稣有绝对的主权，安那去敲吹，说了。伊会转换甲转变，伊看清着伊家己的生命。耶稣是彼得迄个永生神的囝，是值得咱一生来尊重甲军队，嘛是扫罗路上拄着迄个割腕的主。所以主伊的光会当照着上界深的黑暗，嘛。伊的听会当反转上界光的心。我记得有一个牧师，伊咧开拓教会的时，因为教会还未起来，所以拢伫外口咧搭帐篷，有搭텐斗啦，一座텐斗。因为迄阵会议有较侪，所以做者텐斗。迄砖头啊，隔壁砖啦，可能是毋是东光，毋是大光社区啦，光大社区啦吼。意思就是讲，教会伫遮，但是迄砖头的人足讨厌教会，定定拢来挂，甲迄帐篷拢甲伊挂好歹。啊了，即个人，即个高囡仔，牧师后来甲伊收留，甲伊听，后来伊怎信耶稣？后来嘛真做献身，真做传教遮的人。这是甲扫罗的故事一模一样嘛。我都讨厌教会，后来我怎变成爱教会？可为着耶稣，为着教会，为着信仰献身。以上下面，甲大家做伙三个来分享教会文化。即届我去底选，其实一台游览车有3个队，我是其中一队。阮大先落车，我要落车的时阵，后壁人甲我讲 fighting fighting， 意思就是 fighting。韩语叫做 fighting， 是外来语。了后，阮去团录音，团了下晡4点，车来载沿路，因为3个间教会嘛，阮是最后上车的。阮上车的时阵，已经有人伫车顶啊，因甲阮讲啥？苏克哈修思密达，意思就是受苦啊，受苦啊！你为着你今仔日工作，你辛苦了。这个是一种教会的形成的文化，加油跟辛苦的鼓励。我参加几6届。因讲的话拢共款，伫车顶的表现拢共款，无共人哦，无共人，无共队，无共教会，因讲的话拢共款，一种鼓励。fighting， 转来了后讲你受苦啊。红车，阮伫遮红车肯3位，等下有时间会甲大家做伙参加来分享。阮爱了解异地的文化、历史、人文跟地理。那个右边那一张图不是3一教会。它叫做3·1独立宣言广场，就是伫韩国人伫日本时代统治的时阵，这朝鲜民族受压迫，真侪基督徒包括牧师参与因民族的运动，就是伫3月1号，因伫遐宣言，因的民族要成做上帝所予因的一个真特别的民族，伫日本时代时，所以伫遐有一个纪念的。3·1独立宣言广场，
后来这个宣言伫战后，因规个国家形成，总是最后分做南韩甲北韩，这是因一生互苏联甲美国即种无共款主义，怎啊变成两个国家啦吼？咱嘛得爱了解。我真感谢咱导演教会甲两位队员阮做伙伫遐，感谢教会的支持以及两位队员，阮8工。等下你互因10分钟，因要互恁8工的行程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听堂的主，你是阮帮长官，互阮真侪你的信徒甲门徒，互阮毋是干那伫礼拜中间来参与一场礼拜，是来对阮的心中来深深体验主你伫阮的生命的中间。阮爱随时做好准备，因为主你随时会来，什么时阵会来，无人会知。如果阮伫阮的生命若无随时准备好，就算讲阮准备好无发挥的时，你已经来。求上帝帮助阮的生命有限，阮只不过是即个你的时间点内面的一小小的点，帮助阮要安怎伫阮的教会来做光做盐，互阮承认主你是阮的生命的主。如果有一日你问阮，阮敢有做好准备来回答耶稣是什么人即个问题？我嘛爱随时做好准备。耶稣是阮生命的主，是阮生命的掌权者，是阮一生的跟随者，是阮爱跟对主的脚步来活出基督徒的香味。阮爱随时做好准备，愿上帝你帮助阮。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齐声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52首，救主听痛的声。
救主叫我敬声，我着基督无定，着你名爱受主的解，你到一日天天。主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因你所来的宝血，使我罪恶清净。请坐。下面请罗伊执事以及小组执事为咱担任今日的书献。伫报告大声，请咱兄弟先编开周报第3页，咱来读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兄弟煞接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耶稣问因讲：“恁讲我是啥物人？”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马太福音16章15至16节。这声。耶稣问因讲：“恁讲我是啥物人？”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
马太福音16章15至16节，搁一解。耶稣问因讲：恁讲我是啥物人？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囝。马太福音16章15至16节。本周事奉表聚会表拢刊登伫周报第2至第3页。请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姊妹，周报第4页。我先补充吼，咱8月份父亲节的红包贺礼吼，总共咱有在场还未领取的父亲吼，伫咱主日礼拜后会使亚恩执事领取。另外一项吼，咱顶礼拜有接到二中校敲电话来讲，咱有会友吼无注意把车挡伫迄个校园里面的停车场吼。咱教会的租约是限定伫咱租因的迄个脚踏车的停车棚，所以讲咱会友麻烦较注意的，莫去挡着因的校园里面的停车场吼。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礼拜中咱报告了吼，咱有邀请丹牧师甲即届有去台韩参加即个台韩短宣的即个分享吼，咱伫报告了后，较邀请因来做即个分享。第二点，礼拜了后咱有爱餐非常感谢桂林执事伊的准备。餐后请仁爱小组甲公益小组做饭后的即个扣食。咱跳接对第5点，8月25日也是后礼拜二，行政干事又特休一天，请咱老尾来教会洽公的兄弟较特别注意。本会消息第7点，8月30日也是后礼拜日，是咱本会主日学事工纪念主日。咱礼拜中举行升级礼拜，请咱兄弟特别关心咱教会主题的宗教教育嘛需要为着因的信仰生活、学业来关心大道。本会消息第10点，9月15号暗时7点，感恩基督文化协会伫台中中山堂。有举办人子的故事这个戏剧内底有咱教会真侪主题兄弟参加咱有想要中日来参加的兄弟会使得到办公室登记领取这个票券。第11点，教会义卖书籍。是原住民民运领袖武追牧师伊这个纪念书籍这本册非常特别，是由咱本会赵林吉牧师伊编著每本是700元，请咱有兴趣的兄弟到办公室登记交纳费用。第12点，请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9月13日进行。将后一季的服侍人员轮值表甲团契聚会表交予行政干事，要进行教会圣工的分担表的排列。第14点，教会奖学金有开始申请，开始到9月6号就截止，请有意愿要申请奖学金的主题办公室。摕这个申请表，咱跳接对周报第5页的团契消息。第1点，咱主日礼拜后下课了，爱餐了有这个亲子悄悄乐，请咱有参加的兄弟有参加聚会。第2点，11点30分，伫鱼菜共生的农场，今日要进行这个菜栽栽种，请有兴趣的兄弟会使上6楼小组来参与。咱跳接对青少年团契因今日主日
礼拜后上午11点20，伫5楼附近有聚会，遐欢迎咱客友若有兴趣来参加。上年团契第一点，因今日伫爱餐了11点40分，伫1楼附近有聚会，欢迎客友会使踊跃来参加。第二点，8月28号，上午9点25至11点50，伫台中中华商业部，因伫即个中孝路教堂有举办 AI 维基浪潮心理健康甲教会回应。咱教会有几个兄弟有报名吼，当日请有报名的客友自行前往参加。第三点，9月16日上午11点10分，双年团契伫上海陆家嘴有举行这个双年团契年度改选，请咱客友向赖秀贤姐妹来报名，费用刊登伫周报内底，日期到9月6号截止。第四点，11月17至11月18，商业部有关中华商业部有举办秋季灵修旅游，费用刊登伫周报内底吼。咱欢迎客友参加，有意愿要参加的客友，秀贤姐妹来报名。其他事项咱请兄弟家己看周报所刊登的内容。咱下面交予陈牧师来为咱做即届韩国短宣队的转来因的一寡成果的分享。弟兄姐妹平安。好，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到韩国岭东地区的一个短宣的分享。好，那首先呢，要感谢弟兄姐妹的代祷跟扶持哈，谢谢牧师邀请我们去参加短宣，也谢谢牧师利用每个礼拜3的晚上，就是带我们去，在祷告会结束之后，教导我们学习韩文的4个属灵的定律。那谢谢牧师，也谢谢教会这一次支持我们的短宣，还有教会的姐妹就是送我们3套这种队服。然后感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顺利的躲过台风。然后谢谢弟兄在一大早的清晨就送我们到机场，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也去接送我们回来。那也谢有弟兄呢去帮我们顾工地，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韩国哈。那今年因着家里面的状态是我们最没有条件出国的一年，所以出国的前一天我都还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出去。谢谢许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家中的长辈平安，我们的工地也平安，我们可以顺利的去到韩国来学习。那我们在韩国的第2天跟第3天，我们是在首尔就是像我们台北一样的天龙国的地方就是首尔的3一教会。我们先做了2天的训练的课程。那在当中有一位他是韩国的宣教士，他已经在台湾就是宣教很多年了。那他在当中他分享说，宣教士的语言要到达什么样的标准，他才能进到跨文化的一个宣教那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第一个一定你说梦话的时候要能够说中文那第2个在台湾一定要能够吃得下臭豆腐，那第3个就是你要听得懂当地人的笑话，那你这样才有办法进到跨文化的宣教。那在这过程里面让我觉得哇，我可以用母语好好的去跟别人传福音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那第2个他有提到说，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彼此的代祷。他讲说，即使你讲的韩文怪怪的，但是呢圣灵会动工，然后神的话会触摸那个人的内心的状态。那他也有提到说，当我们比方我们笃行教会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有姐妹会跟路上的居民去谈讲耶稣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其他的人，我们可以一起为这个人来祷告，让他的灵魂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
让神的话去触摸他。那我就想到说，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街头布道的时候，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跟人传讲福音、传讲耶稣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我们其他人也可以在旁边为他祷告，为他的灵魂祷告。好，那接下来传福音的20台游览车的震撼就是我们第4天，就是我们要往岭东去了。我们一大早6点半集合，然后我也傻乎乎的想说，怎么这么多游览车？可是我压根都没有想到说，原来这20台游览车是有将近1000人。我们在大清早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搭着这个游览车去到岭东这个地方，将近3个小时的车程，然后有这么多人要一起去，然后还有一台游览车里面载满了那个很多的食材，要一起送到就是岭东地区的总部教会这样。那这个是我第一个震撼，就是哇，原来在大清早已经有这么多人要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短宣。好，接下来呢，短宣让人家最害怕、最担心的就是语言通不通因为真的韩文不是我们会的，就算我们看了韩剧去那边还是像哑巴一样可是因为有着这个翻译软体，让我们可以用除了简单的英文可以沟通以外那就是可以用翻译软体来沟通，而且现在的翻译软体非常的厉害到一个地步，就是牧师在台上讲道，那我们只要把它按下去的时候，它大概都可以把牧师讲的话大概70%、80%的准确率可以把它翻出来。那我们讲中文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把它给翻成韩文让他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讲些什么这样子因为大部分的短宣队里面都会有中文的翻译，但是我们这一团就是没有幸好我们的牧师的韩文还不错像我们2个就是韩文完全不行这样子所以这是大家如果去短宣的时候现在越来越便利只要是带着手机就可以。那接下来这是我们这第4天、第5天、第6天的团队的成员，我们就跟所有山一教会他们的会友就是一起组成这样的一个小队，我们到了岭东地区的喜乐教会。那这个教会非常的小，只有11个人，包含牧师、师母就11个人那我们的团队的成员里面呢，一共有7个家庭，10个大人，然后9个小孩。那大人的年纪呢，大概是40到47岁那我们跟牧师是年纪最大的那小孩呢4到10岁那当然在1000人的成员里面呢，这种年纪青壮年大概是200-300个，那比较多的都还是35岁以下的，那可能就是有600-700个那再来跟大家分享，跟我们教会蛮相似的，就是我们在做街头布道的时候，我们先会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福音礼物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蓝色的就是我们的沙龙 pass 因为他们知道阿朱妈就是很喜欢那个沙龙 pass， 所以他们为了要让人家会想拿这个福音的礼物他们就准备了沙龙 pass， 然后右边那个是福音单张，那他们也很就是开档本，他们那个是湿纸巾那湿纸巾上面会贴上那个贴纸。那右手边那个绿色上面，大家仔细看，就是有那个台湾的凤梨酥那个是我们带去的，然后一样去装在这个福音礼物里面像可以让社区居民也可以去就是吃一下因为其实韩国人还蛮多人没有吃过凤梨酥的。好，那在我们包装的过程呢，就是我发现小朋友真的是不容小觑这样子在我右手边那个黑色衣服的女生，她是小4的女生，然后她已经来了喜乐教会5次了。那她包装的速度非常的快，比大人还要快真的不输我们这样。那再看到那个照片的右手边那个一样同一张的，有一个小女生大概4岁，那个4岁的小女生她就是这样子把她1个2个放进去。那她虽然放得很慢，可是后面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我就发现说，哇，原来小朋友他从小跟着父母这样子参与这样的一个短宣的训练。虽然大家带过孩子的都知道，孩子做事很慢，甚至会干扰我们的
我们的速度哈，然后就干脆不要让他做，我们自己来做比较快哈。但是看到韩国的父母，他们还是带着孩子做。那在这样子，他们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孩子是他们的好帮手哈。好，那接下来这边讲到就是这个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湿纸巾，上面有贴着那个他们的可能一些教会的资讯哈。然后右手边上面那个是我们下午要做刨冰的杯子，那刨冰的杯子上面会贴贴纸。那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花这么多的预算，然后去放在这个福音礼物上，希望可以让许多拿到的人他们会喜欢这个礼物，然后也可以好好的看一看福音单章里面的4个属灵的定律，好让他们认识神。那这是我们下午做刨冰的时候，在公园的一个场布哈。那大家看到的这一些气球都是小朋友吹的哈，跟他们打的。那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连绑气球都比我快。他们绑4个，我大概绑1个哈。那小朋友也都各就各位哈，站在那个刨冰台那边开始，就是把刨冰加佐料，然后让我们可以送去给一些社区的居民。那这个呢，就是我跟一个小朋友站在一起，他拿着看板，那个看板上写着红豆刨冰免费这样。那这个小朋友呢，他从小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所以他在公园看到有路人走过去的时候，他就像狗看到猎物一样，他就马上刨冰拿着，然后冲过去就送给那个路上的行人哈。那他就是非常的快速，而且完全的没有任何的害羞，就是让我很惊讶，就是哇，原来小朋友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这样。那右边的话就是我们做好的刨冰，开始去到社区的商店发给社区的人哈。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几天，大概从第4天、第5天、第6天都是很硬的行程哈，就是我们大概早上5点起床哈，那5点45就坐车，6点半开始到总部教会澡堂礼拜，好，那8点呢就到当地教会的喜乐教会，就是继续再做一个礼拜。那出发10点的时候呢，开始一起祷告之后，开始去社区发那个。就是福音礼物哈，那这个是我们开始在发的时候，那发的时候呢，如果有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队长就会说 pass， 他就在跟他说有沙龙 pass， 有沙龙 pass， 你要拿这样子。好，那我们下午呢1点半开始制作刨冰哈，那2点4点送给社区的人，那大概4点以后开始收拾，那晚上回到总部教会就是7点半开始晚堂礼拜，所以结束之后已经晚上10点了。我回到旅社已经晚上10点了哈。那隔天早上一样是5点起床哈，所以欢迎大家，我看大家都是青春活力的家伙，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哈，就是这样的行程。好，你可以在当中经验上帝给你的恩典哈，因为我是晚起的鸟儿，对我而言5点起床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每一天都有精神，而且呢，即使回到台湾之后，隔天去工作，我仍然精神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经验到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天父上帝只要我们愿意踏出去的时候，他就是明亚仔亏来一龙咖喱传本本哈，这是神给我们的。好。接下来要说的是儿童跟青少年是传福音的敲门砖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小朋友啊，就是如果主日学跟青少期出去，一定最有感觉哈，就是小朋友出去一起送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社区的居民就会笑哈哈，天使的笑容都会出现，甚至还会送给小朋友东西。如果是只有大人去传福音的话，就是他们会跟你说哦谢谢，然后就是不会笑得那么开心吼。然后去年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妇女团契只要拿出拜尔夹要跟人家说耶稣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害怕，就很像我们要去跟他们推销什么产品的时候，就会跟我们说哦不用哦谢谢，我现在很忙吼，然后就赶快跑走。那我会觉得说，当有小朋友的时候，就是大家的防卫感是会降低的哈，所以也许以后我们要就是请求资源请求青少期跟主日学混龄资源我们哈。好，那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短宣队他们有成为当地弱小教会的负担。
哦，即使我们去到那里，那他们不管是请我们吃饭，或是我们中午自己煮饭，哦，都是圣义教会的会友他们自己可能教会给他们的经费去采买这样的食材，然后自己回来煮。那在礼拜六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当地的教会一起做打扫，所以小朋友也会一起打扫教会，然后厕所也都会一起打扫。那就是我觉得他们这样的精神是会让我觉得很棒的哈，也是让我开了眼界哈。好，那这个恩典过我用刚才说过，那最后要邀请大家就是短宣呢就是韩国的短宣是一个入门款哈，因为像刚才牧师有讲到说他们去缅甸那种地方，或是大家如果跟我一样，就是你是身娇肉贵啊，不喜欢去偏远的地方传福音，不想踏在2块地板上，然后下面是粪坑的地方上厕所，或是你上厕所的旁边是有猪圈，然后猪随时会冲过来这样子哈，或是那种要划着羊皮筏，然后随时在湍流的水流里面，你随时会翻船，然后命都没了哈。如果你不是那么喜欢这么刻苦的宣教的话，我觉得韩国的短宣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款，然后去感染他们爱灵魂的心，然后对福音的负担，还有学习各式各样的宣教方式。然后不管你是在人生的高峰还是低谷，都欢迎你去体验短宣，经历上帝的恩典。谢谢。各位大家平安，感谢教会支持吼，感谢伫目前幕后甲阮帮赞的兄弟姊妹，特别阮感谢陈牧师伊用时间，用伊的性命带阮去到韩国吼，伊嘛用韩国话来教阮吼，安怎去甲韩国人传福音吼。这就是阮伫遐阮会分互伊即个亏损吼。面顶就是写着这个四律吼。好阮嘛伫遐吼嘛看见韩国人因有真趣味的想法吼，因用这个替长辈来画剪甲的这个方式去甲因斗阵吼，嘛有用变魔术来传福音吼，互阮的眼界当拍开。即届我心内有一个感想吼，就是讲到底基督的信仰对人来讲是怎样的需要？什么时阵基督耶稣会成做伊的一个 A 计划，还是伊的 B 计划呢？咱会用看吼，去到韩国这个小可庄卡的所在吼，因为咱会当发现讲，伫这个福音的现场，其实甲咱台湾是差不多的吼。当阮行出喜乐教会伊附近就是有公寓，也是有遮沿街小贩，也有停车场，也有小公园吼。当阮甲因的人接触的时阵吼，大约有2成的韩国人表示，伊并无需要耶稣吼。但是咱若是有真幸运，会当去拄着讲对基督信仰有好感的人。因就是会停落来因的脚步来接受遮阮互因的这个福音的礼物。可能咱会当想讲，有搭一天伊的心内底有需要，伊就会想起讲，这个单张面顶咱有甲伊介绍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吼，伊就是若是有这个机会，伊伫心中基督主可能就会成做伊为难的帮赞，所以伫韩国，阮是用这个红豆串冰来做一个工具吼，甲人接触个阮甲伊介绍教会所在以及聚会时间，邀请因入来教会这是阮的队长吼，一个47岁高中的老师。伊是做积极的吼，伊对我来看，伊是真熬炉。有个人拒绝的时阵，伊拢无放弃吼，伊用伊温柔的技巧甲笑容吼，请对方来收来遮单张甲礼物吼。所以伫现今的时代，咱
人选择性选择的迄个有太侪选择吼，咱人是安怎爱选择耶稣的帮助呢？即使伊真正有选择倚靠主耶稣的带领，伊会入去甲教会敲找牧师甲咱兄弟姊妹的帮助甲支持嘛。所以咱就爱把握这个机会吼，去面对遮进入教会的新的朋友。咱可能是一个微笑啊，还是一个关心的话，还是听伊讲话，拢会当互伊感觉到教会对因的温暖吼。所以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讲，咱来把握每一个去接触人、传福音的机会。当因入来教会的时阵，咱有去做一个欢迎伊的一个环境吼。这是阮是伫迄个本部教会吼，就是伫江宁，阮拢一个休困的教会。阮每一天拢伫遐做礼拜按晚祷甲早祷拢伫遐。阮看到因有设计即个新朋友的接待区，阁有一个育婴室吼，伫教会后壁。第二就是讲，咱传福音的时阵毋免感觉讲有压力吼，一步一步来对着教会即个福音的行动结伴同行。像即摆度就真感动，就是讲内底有三一教会，也有喜乐教会，也有笃行教会吼，三个教会大家做阵一只迄个所在去传福音吼。而且咱的礼拜本身嘛是一个传福音的真好的机会吼，咱会当这是阮伫本部教会按晚上礼拜的时阵大家做伙敬拜的这个状况，咱会用伫唱诗歌、听道理、甲祈祷的中间互人甲上帝相拄。咱嘛看见这真古锥吼，咱底宣队的遮个囡仔，那么伊嘛伫台顶去唱歌学罗主。阮以上的分享到遮，多谢。咱有多谢因的分享，甲囡仔带去传福音，就会甲因先带来教会，先带来教会，准备装备造就，才通去带囡仔去传福音，带来教会，才带去传福音。这就是三一教会因咧做的代志。伫这囡仔带去的中间，就是咧培养因的后一代，培养因的后一代。咱有5个朱青的信徒伫咱中间，卓敬勋、二哥、二嫂、邱百世、洪如碧，咱请这5位徛起，咱甲伊欢迎拍鼓吼。朱青的信徒要来找朱青的会友，等下伫1楼因要讲故事。其实咱咧做事工。做啥物事工拢好，拢一定有故事。所以遮个朱青的信徒，因倒来咧讲啥？伫笃行的因的过去的事工嘛、爱餐嘛、朱利二、青少客，伊伫遮成长的故事。所以咱咧做事工做啥物事拢有故事。短宣也有很多故事也讲不完。那你互因10分钟，伊互你8天。上帝收听到的人，你心中。若有你的感动，亲像初代教会差派巴拿巴、差派保罗，嘛亲像英国的教会、加拿大教会差派巴克勒、差派马雅各、差派马街来台湾，互咱今年咱即马台湾伫咧教会160年，咱是受祝福的所在，咱一定同心来祈祷。太太主要要感谢了你，阮的教会对开设到今，我明年要进入70年，今仔日。我嘛有召开70年，才同工筹备的会议，接着因所提出的方案、甲计划，伫咧敲找过程，上帝你赏赐互阮智慧，看见笃行教会的需要，看见笃行教会今仔日有遮个资深的信徒。朱青的会友，因要伫遮讲笃行教会过去的故事。伫咧3角分享的内面，因要敲找
笃行教会共同的记忆甲回忆。愿上帝你使阮遮的细汉也是因青少年伫遮受造就，因后来无伫笃行教会，因伫死逐个所在咧聚会时阵，嘛真做迄个福音的种子，嘛真做主你所使阮祝福的信徒，伫因所聚会所在、所住的所在，嘛明主你的恩典，来互主你的听来得到讲传。阮主，阮感谢你，阮今日礼拜嘛真做芳芳的做，互主你欢喜。带领阮今仔日聚会，以及等下爱餐团契聚会，以及会议，上帝你使阮，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下面咱做伙三甲来行平安礼，特别咱甲遮的知亲的信徒来甲因请安，甲因问好。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即摆用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咱用上尾4节做前奏，了后开始唱。三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对指示直到永远无衰。阿门。现在请坐，默祷。伫典乐结束了，才离开座位。